沈拔董事長所講，追求質素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呢次亦都唔會例外。大廈好似飛機，或者音樂，或者繪畫，如果係超越時代嘅，就令人產生強烈嘅觀感。匯豐銀行肯定已經做到呢點。由於匯豐銀行嘅崇高地位，令到每次聲明、每次修改圖則都會引起公開嘅分析同辯論。呢個全部採用鋼鐵結構嘅概念，刺激咗香港傳統嘅建造行業，因為佢哋一向都係採用石屎，而呢個唔尋常嘅設計，亦令到公眾產生唔同嘅意見。歷史對呢座大廈會有咩評價呢？只有日後先至可以知道。但係而家喺皇后大道中1號嘅大廈，矗立喺香港地平線上，成為匯豐銀行對未來充滿信心嘅確實標誌。通常疑心比較重嘅香港人，亦都可以好驕傲咁向人指出呢點。